感谢上帝，我真欢喜啦吼，欢喜啊吼，就是足欢喜安尼吼，伫遐一个月中间，上帝带咱甲引带，我甲牧师个咱平安倒转来。感谢咱的长老，甲咱的中级，咱大家伫遮三甲真心、真心、真意听主咱的上帝。所以牧师无伫的，拢是我有对迄个影片的中间，有看大家服侍，大家带倒。互我能够让平安倒转来，而且感谢上帝。所以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啊，今年才去咱的生活队唱啊这么水的歌，真正是有一位神。咱对咧唱这诗歌，互咱更较明白这位上帝。伊首诗歌内底拢有讲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敢毋是？真正感谢上帝，佮留咱的活命，互咱有这个稳定福气，可以当三甲做伙来敬拜服侍，忘袂记。阮透早，我甲牧师娘仔就看迄天气偌好，我早起嘛特别足早我就起床啊，天气足好个安尼，真是感谢上帝留咱的活命，互咱有这个福气，三甲伫万民教会做伙来敬拜服侍，忘袂记，这是上帝，也我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咱聊啦。欢喜快乐。你讲久无听到牧师咧讲，所以咱聊啦，欢喜快乐，爱欢喜快乐，然后啦。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灵魂得救啦！有信心，灵魂得救啦！咱袂记，这是上圣经内底的记载。所以牧师甲你讲，你若听牧师咧甲你讲，你照牧师咧甲你教导的，你去行。牧师咧甲你讲，你无啥物款的惧怕，无啥物款的问题，你绝对会当赢过这一切。这是牧师爱定定甲你提醒，定甲你讲，因为忘袂记，你是上帝所定的囝25囝，是一个人。有信心得救的啦，灵魂得救的啦。OK， 我听讲甲一张相片互咱看尔，我要甲相片啊，小可咧大概互咱理解一下这是阮头一届到加拿大安尼这张相片大家看过啊，敢是？伫咧机场抱着安尼，伊安尼感觉，因为阮以前拢伫咧 Skype 甲伊咧讲有这伫机场咧看着，感觉安尼，足吓客安尼迄种的，但是伊嘛是用牧师咧甲抱咧安尼，足欢喜，牧师就甲伊做伙耍安尼，足古水足水安尼，足讲家己的孙仔水，古水水，大家拢安尼啦家己的孙仔上水，就伫遐欢喜，过来因遐迄个环境我就带伊出去有伫咧附近啦这真水的一个美味所在。我行迄桥一个真水的，加拿大渥太华是因的首都，首都，而这个加拿大首都真水拢是迄个 green， 足多拢是 green， 种足绿，拢一寡迄个平原啦平原拢足绿色，无像咱台湾，拢建筑物，因看伊拢树林拢足绿，阮顶上拢是足绿色过来，牧师伫遐，我的查某囝住伫什么所在？就是伫这个所在。伊个头前这二楼，一二楼，伫咧二楼的中间，伊就是为外口入来，为遮入去对，我的查某囝甲牧师娘就是住伫迄个一个 area 一个所在安尼过来，当然我要搁互恁看，就是讲我这真正感谢上帝，我去安尼我迄记者的太太定咧讲，牧师啊，你着抱孙仔咧，我去加拿大甲抱啦，无我就甲抱转来明年看会当安尼转来安尼会当甲抱，我毋是干那甲抱尔，我来甲爱咧我学习做阿公安尼啦，学习做阿公咧伫因咧足水的迄个晒着迄个比如真水的迄个真水的迄个风景环境过来。而且因的教会牧师来讲，因的教会真正是，咱看因的教会我去阮查某囝去，伊是伫别人的教会这是别人的教会。你若看真清幽真清气。伊佫我一个重点，因来教会做礼拜，因遮的会友查甫拢穿西装间的裤带。因的侍奉员拢真，伊这是长老教会，伊这是美国的长老教会。伊是加拿大属于长老教会。我咧长老做 Presbyterian Church， 因咧做礼拜因其中有一个 course， 就是讲学生囡仔遐主流老师，
主要有一个时间牧师会伫遐甲主要囡仔啊，我这个孙仔伫这个所在有，因咧因现在伫头前的所在，讲了主要就带入去，甲咱无相像的一个文化上，做敬拜牧师伫遐囡仔出来头前，甲伊讲的了，带入去，就开始敬拜，牧师就开始讲道因咧甲无相像所在，你看牧师伫想让我来到咱教会改变，大家对环境。真清幽，会友真以爱来到教会参与即个敬拜到服侍，所以你来甲教会变做食做一个真清幽、真水、真清气的一个所在。看到感觉伊足爱接印象，足爱来参加即个礼拜。这就是牧师伫一间教会内底，我拢到宴教，我拢看迄个环境。你看咱今日我牧师我拄仔来，你看一人你也头一届，以前甲即种人毋知影讲以前咱的教会是啥物，变真济咱慢慢甲改变互伊会当愈来咱的教会，互足一人拢意爱，甲咱三甲做伙结合，阮查某说爱敬拜服侍，我还真奇妙上帝，我透过这个中间，阮去，阮的查某孙还袂晓行咧，袂晓行咧。有一天，忽然间伊摕一条球，家己摸一条迄个塑胶的球，家己行几步摸无出去。所以我讲查某孙开始会行咧。我一个月拢训练伊行。我就甲牧师娘顾伊一个月训练伊行，爬楼梯嘛伊迄伊啦，爬楼梯就安尼，阮就甲手开，就我甲阮囝婿讲咧，阮逐工拢咧训练恁查某囝的腰力，你要行就要平衡家腰力嘛我小来用迄个，阮去到一个所在的影片，互你看讲伊安怎行，毋是牧师咧甲咱操蛋的，手臂拢袂晓行的。我一个手后来我行到安尼真够行咧，这互咱看，我咧爱我咧学是做阿公我出去伊袂晓刹车，有当时爱开路，就爱甲爱咧，你知无？因咧爱咧有一囡仔，你要安北阁有一个学问的，毋是咱台湾像安尼调咧安尼，毋是咧，还佫有学问爱咧。即张我甲送我咧学习做阿公啦，互咱看一下OK。就是我头仔讲的，讲伊这个伊去教会伊去教会，你有看伊徛咧有伊教会有这是因爸爸伊教会。牧师来讲，囡仔，你爱带伊伫细汉，你就爱带伊接近上帝。这是牧师来甲伊强调的。你爱互你的囡仔接近上帝，自然的，因为诚做上帝今日查某囝，你后摆你拢免烦恼伊，你忙拢无来，你也无要带伊接近上帝，你家己 miss 去。牧师在甲你讲，你拢无要听我甲你讲。你过我什么时间，你就爱牺牲你的时间，要带你的囡仔来接近上帝，互伊认可上帝所听的真理叫重要。上帝甲你保证，你条唔通袂记的，牧师咧甲你教导的中间，你一定爱学习伫这中间有真济真水我去迄个较近迄个 park 伊咧 park 内底足大，毋是咱台湾一个小小的一个 park， 伊是真大，你来开车入去的，你来开车入去的这个 park 你真水的，这甲真大的 park 伫这个甲真大 park 内底我就是咧，你要注意甲看，我伫这个甲真大 park 内底，就是伊开始伫遐行路行路足。就伫遐开始行路，你无说讲伊啥会晓行路你注意看伊咧行路你毋是牧师讲伫遐操蛋，伊是真正咧行路伊开始你也对这影片当看见，伊开始咧家己行路行足远毋是像咧厝诶遐行一块地这个头无1分钟互咱小可看者大家小可看者。摆我牧师来操蛋，阮这个查某孙所以感谢上帝，我伫我一个月训练伊行路，头就甲伊伊安尼行欢喜安尼你看行遮远嘞，阮遮拄则去伊拢袂晓行嘞你看这草坡伊是安怎？这草坡佫无白，你知无？草坡有当时是上坡有上坡安尼无啥白你看伊安尼你拢看到啦我有看到袂要紧，小等下，佫对因，敢有对因爸爸有袂无，佫有袂，拢伫即个内底，拢伫即个内底有你对迄天伊甲真多拍过安尼行者，足忝的，转去就足好运，好
哎，拢下坡啦，啊，伊了啊上坡下坡，啊，你来困难伊行路安尼啊行来行去，吼，有看到啦吼。哦，有啦吼 ，OK， 所以表示讲，无所以来讲，我毋是咧甲伊操蛋，伊是本气拢袂晓行来，我气出来伊拢也袂晓行。哦，我有当时啊，轻气头先啊，踏踏一，行就倒吼，啊到尾啊，做一个 ending 吼，就是牧师要转来，吼，啊，阮查某囝也去继续上吼，啊，我实在到转来中间。啊，牧师伊飞轮机顶就流目屎，唔甘嘛，哦，包括我是强忍住啦吼，啊，转来啊厝诶足受诶安尼，哇，然后想我目屎，啊，家己诶迄个吼孙啊，孙儿啊儿啊，袂当甲伊定定伫迄个所在吼，啊，真是真古水啦吼，我感觉哦，我食古水说咧安那，你看迄囡仔拢足天真，哦，足天真啊，足古水的，你无感觉囡仔细啊，足天真足古水的，哦，这种伫迄个甲电脑拍着啊，实在是感谢上帝安尼吼，啊，这就是大概吼，牧师伫啊，伫个大概几张安尼吼，伫个这个啊，这也是这段中间也感谢咱吼，啊，咱中时特别说明书安尼吼，啊，会当担任这个啊，定拢哦报告啊，有 email， 咱即摆这足。咱的这个吼，传播媒体啊，那种发达的，那种 Skype 无咧 email 有无？因为知影咱教会，所以我逐礼拜拢知影咱教会吼。牧师嘛，逐礼拜拢知影咱教会的情况。吼，因为咱对迄个影片啊，吼，对影片拢知影大概，啥物人有来，啥物人无来，啥物人咧敬拜上，啥物人咧创啥物，大概对影片咱拢会当了解吼。啊，每一礼拜我嘛甲咱共款，但我有去教会啦吼，啊，每一礼拜我拢看咱教会。咱只感谢上帝喎，头一礼拜，罗牧师甲咱讲啥物？讲啥物？地包是啥？哎，问咱大家啊，那个听道理听听拢袂记，哎呀，人啊啦，人传录音嘛，有无？人传道。这礼拜，我是牧师甲咱讲，所以牧师也毋通袂记，你听你就爱去做，爱去行，去安怎行去做，重要紧，大家拢爱传道。哦，啊，牧师讲安那，大声就爱对恁家己的啦。特别咱教会较特殊啦，吼，咱教会较特殊，咱知影咱的教会历史二十几档，哦，咱教会历史20几档，你若无去基本上，咱的教会有经过受伤，有经过真一段时间。你想看，咱这信仰的前辈，安怎咧？哦，这间教会悠然加存在20档左右，21档要满21档。你是看咱要安怎？嘛，咱就行顺要安怎来，互咱的信仰的前辈，好无？继续伫信仰前辈下面，继续安怎？甲即间教会继续落。这牧师你甲咱讲的，真侪遥远啦。啊，你大声你就爱人传互你家己的人啊，茫袂记的。今日要收圣诞，牧师就爱甲你交代，有无？要求圣诞，你就爱叫恁厝人拢爱来收圣诞。到最后说3天节到，这你讲牧师话为什么他？圣经内底，耶稣亲身，伊要入去世间，亲身设定，恁就爱照安尼来记啊！你讲牧师啊，为什么他？这是耶稣的教示甲命令。你讲牧师啊，咱你就爱安尼做。你耶稣的教示甲命令，你若都袂当安尼做。耶稣亲身设立的教示甲命令，哦。耶稣本身亲身设立教示甲命令，有无？牧师咪来讲讲，咱定喺祈祷无咧讲。啊，照上帝教示，照上帝教示去行。我听你咧讲，牧师讲那你基本上咱伫圣经也所说，你都袂当安尼做，为什么？你会当听上帝什么话？所以牧师来讲，你得照上帝圣经教示。你讲问牧师为什么？求圣诞会当加互你较安怎袂？啊，牧师来祈祷讲安怎？动死安怎？动高啊！伊个意义是啥物所在？我有一个新的人伫咱内底，所以你假做一个新中的人，你就安怎面对所有的困难，面对所有的挑战，茫袂记的。这牧师是面面角角伫遐咧甲你教导，所以你就爱知影修圣诞，啥人要修圣诞，啊，要安怎传互你家己厝里啦。所以咱伫中间，我会记来咱教我无定咧强调有无？你若咧修圣，我讲啊，你就
咱下礼拜要收了，你就叫恁厝里人，甚至你家己本身一定爱来接受这个，接受上帝的话语，接受的价值，要安那代代侍奉伫你的家家顺顺。你规个圣经，你看派规个圣经，就不是咧甲你讲。你只要遵守我的律例、我的律法，照我的教示安尼去行，就要侍奉你到万代千代，敢不是？所以咱牧师就爱去讲，第二礼拜韦牧师甲咱讲去，啊，第二礼拜郭牧师啦吼，Thank you加温吼，过来，韦牧师过来，把握人生的目标。哦，韦牧师伊咧讲我真精彩，内底我听我有感动真济啊。因为韦牧师所咧讲的，讲着一个见证啦吼，有一个迄个做艺术的人见证下来，其中个啊，韦牧师咧讲讲，伊了有问咱讲，牧师无伫个，咱有真心真性真意听上帝，听主咱的上帝，就是你有咧教育，虽然我牧师无伫个，你有教起工安尼来咧尽你的本分，服侍上帝，敬拜上帝，教起工安尼咧。你有真心、真情、真意听主咱的上帝。我过来郭牧师就讲啊，找到希望。哦，找到希望，你真正有找到希望吗？有哦，你有找到希望无？哦，嘛袂记。牧师也无甲咱做，总是我有缘，伫这中间，因咧讲到中间，你看大同差不多大概牧师咧讲，你注意看哦，平常时牧师定咧甲咱叮咛的，敢是？牧师嘛咧定咱讲的，有无？你安尼引带人来听道理。咱的教会大先对咱家己的人，过来你唔则扩展去对外人，所以你来倒你去对你家己的人，爱祈祷、拼嘛祈祷，趁机会引带伊来到咱的教会，通袂去。今日牧师伫遐倒来头一个礼拜看到这伫咱的中间哦，是迄个李先生啦吼，迄个姚先生吼，伫咱后壁中间吼，咱拍鼓啊，甲关系。哦，我食餐酒，我问伊个，迄个阿姨拢，叫喊摆讲，伊啊，咱问伊个姚先生吼，伊在中间，大家做参务，中华伊啊看到迄个龙秀安尼吼，头一摆佫倒转来伫咱个教会安尼，咱拍鼓啊欢迎吼，龙秀吼，龙秀吼，真少，哦，中华伊看到龙秀，咱伫咱个中间吼，过来迄个今日拄着李长老吼，迄个。厚德教会，哦，台北厚德教会李长老，你说伫咱中间啊，泡沫啊，我多谢咧标准的吼，用西装干的裤带吼，超谢，大家来中间敬拜。我出来讲，其实美国教会就是啊，因礼拜长老教会真传统的教会，但是因拢穿西装干的裤带，即查甫也拢穿西装干的裤带。哦，我外头拢穿装干去教会敬拜，尊重上帝。respect， 你不要尊重上帝，主要就尊重。所以唔通袂记，牧师就要甲你教导，你就要会记，你安怎去行去做。咱去一边当天上界祈祷，咱今日咱今日的主会救咱，为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伊敢若在一个月中间，我到牧师平安倒转来。感谢你照顾我的教会，我的长职，我的会友，虽然有手术，虽然有入院。都是主你的平安稳定定来甲我插，你的路宝也信靠你，因为阮相信你绝对无安做着恶当天的事，你绝对要保守我、看顾我，互手术、互无论艰苦的病痛中间人，拢得到医治甲帮助。就阮甲你感谢，就是阮的信心软弱。阮知影有个人也无够遐信心，是吧？也无改变，阮的看见就是安尼，所以你继续引传带领，甚至教师。甚至边旁，我想食做一个新创造，今日我要甲你三个同齐到，同死同过我，只有表明阮甲要甲你同死同我，要食做一个新创造。所以你帮人我面对恶要真理，但阮从今日你这时间交代你的手，互你的拢不所讲得起来，拢白白着你。啊！感谢祈祷，拢上过最后所大家来救，阿免来主会救咱，主用就对啦。安三个咱这要甲主要所三个制度，主会救咱。当牧师伫遐，我原来咧听道理有一个真要紧，牧师伫遐咧宣告讲主会救咱，你就要有一个确信啊。你问下我伫遐，敢有影？主会救你啊！哦，你来确信这，你领受上帝话，伫圣经内底讲啦，讲我讲出来话，决定啦。
无够啊啦，不过倒转来咧，逼者出去，所以你着甲领受起来，主会救我。牧师咧讲到就是有一种的炮，你着会记的啦，主会救咱，会救你救我。哦，有一部小说哦，叫做《长跑》。哦，啊，一般哦拍做电影，我内底是咧描写啥物？这内底咧记一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哦，百夫长哦，就是这个现在来有千夫长、百夫长那个就咱今日军官啦，吼，咱讲较变种军官啊，伊叫做啊 Marcellus 哦 Marcellus， 这个叫做 Marcellus 哦啊，伊内底是咧描写伊看到一个富人人，伊拢袂当行，啊，总是伊啊，伫遐咧弹迄个七弦琴啊，吼，伫迄个背景罗马的迄个背景，咧弹迄个七弦琴，啊，伫遐咧唱歌俄罗上，啊，伊就百思不解，种奇怪，这富人人，伊都袂行咯，想来伊还佫伫遐咧弹琴咧俄罗上帝。来讲，这个富人人伊15岁中间，迄个时阵，学白听甲，染着这个白听了后，伊全啊啦，规身躯拢啊啦瘫痪袂行，哦，啊，所以。这个富人人哦，足痛苦，但是当伊拄到耶稣了后，伊就安那变成一个快乐的富人人，哦，变成一个快乐的富人人，哦，啊，就遐唱歌有咧上帝吼，啊，但是这个马瑟勒斯伊就足袂当理解，伊就伫遐讲伊讲，啊，伊也袂当行路呢，哦，伊是安怎？你照你讲的，咱应该互伊会当行路，伊毋则伫遐欢喜拍鼓啊，感谢上帝，毋则对不对？袂行咯，啊！伊话伫遐学了上帝，哦，啊，是安怎？耶稣若是真正有大开啊，为什么歹甲治疗咧？治疗好势？我甲伊讲，其实耶稣已经看啦医治伊好啊，已经甲医治了。我记韦牧师也是，郭牧师也是迄个罗永树牧师啊吼，伊讲上大信念是啥物？罗永树牧师有讲头一个主题，罗永树有讲。上大的信念是啥物？内底上改变，心灵的改变，对不对？我记得罗永树老师头一讲啊，吼，啊，所以老师来讲啊，我嘛是啊回答啊。伊虽然耶稣已经医治好啊，伊只不过是袂当行啊，对不对？哦，咱看今日的经文，哦，咱拄则啊，这所读的经文。马太14章20到30记载耶稣五块饼2尾鱼，5000人食甲饱。哦，这个技术啊，这也是咱真熟悉一个技术，敢是？哦，咱定真熟哦。啊，伫圣经内底先开圣经看，咱都做伙先开圣经看。伫圣经的背景内底，哦，伫讲起，咱定来熟悉的。五块肉问咧2尾鱼，到尾啊，佫。食甲饱，佫有剩12斤啊，12篮对不对？哦，佫有剩啊。后来耶稣就安那叫门徒坐船到加利利的对岸，有无？等候伊安那，这群众规个拢散去了后，耶稣家己一个人啊，上山祈祷，上山祈祷。啊，这个时阵，这个门徒伫个海中拄着风影，因就爱坐船到加利利的对岸，对不对？啊！伫海中拄着风影，啊，风影真大，啊，佮看见耶稣行伫水面，门徒安尼行落来，哇！啊，门徒看见耶稣安那行伫水面，哇，惊一个就是安那，哇！迄妖魔鬼怪，就是鬼怪，哇！咱人讲，人太行伫水面，哦，你若到7月半，人个佮较惊，我惊一个很容易。所以你看到迄个耶稣行伫水面，亚尊圣经记载嘛安尼讲，讲亚尊是安。看到一个鬼怪，有无吼？汉文是写鬼怪，啊，标语是讲啥？标语是差不多基本上有读的标语另外一个名词啦吼。啊，汉文是讲鬼怪啦吼，就惊啊画，吼，就伫遐画吼。啊，耶稣安那，等于咧画这个哀求耶稣即时安那，安慰因讲啊，你放心嘛，是我，毋免惊，有无？耶稣讲毋免惊。所以嗰日彼得就听见耶稣就彼得就讲安那，讲主啊，啊若是你哦，啊你就安那，叫我到你遐去，哦，彼得就好大胆的，彼得我真好大胆的，哦，安，若是你叫我到你遐去，伊就讲哦，可能我甲耶稣爱行一水面看卖啊，吼，看到耶稣会行水面的是讲，哦，耶稣遐厉害，吼，
可能啊，可能伊心理是安尼想的，吼。啊，所以你来啊，我比着着，倒落去哦，行入水面去，啊，忽然间，本来唔知影，食本来咧，我绑迄个勇气哦，行，看者，来行一条，咱若去深水哦，阮查某囝伫细汉时阵哦，我去游乐园啊，迄水安尼落来，足欢喜的，落到遐我食一嘴水啊，后摆我唔敢深水，一个迄个有阴霾伫个内底，以后。徛咧落去，但啊浸落水，佫起来无，食落水安尼惊一日，以后伊就，迄就是心理上的，你知？比着倒落去有无？想好势好势安尼，看一下海燕佫大人，哇！即时要沉落去，等伊即时要沉落去，看安怎主啊救啊！耶稣就安怎？圣经有记载看耶稣安怎？即时安怎？伸手甲牵起来，哇！这是圣经的背景嘛，耶稣伸手啊，牵起来，甲讲安怎？讲你的信心有啥物这么细？佫你了解啥物？当然，耶稣甲彼得就除了圣经记载讲啦，风就停去，全顶的众人拢就拜耶稣讲安怎？讲耶稣啊，你真正是安怎？上帝囝，你真正是上帝囝，记住。敢若这个后壁即句话哦，咱讲出来甘味，你知？你真正是上帝囝对无？咱捌听过牧师咧讲到，我迄时嘛捌用这个，你真正是上帝囝来讲做，我上帝。即句话是信仰的话，还是话？你要讲你真正是上帝囝，无遐简单的，这是一个 trust，trust in God，信上帝，咱只要伫圣经的故事，这是咱摕3点，有条耶稣讲，你真正是上帝囝，咱伫圣经摕这3点，咱3个的思考。上面的头一点，你也看迄个圣经记载伫遐23节，伊即个信耶了后，约翰福音记载正人要强迫伊做恶，你看约翰约翰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我这表两尾伊即信耶了后，约翰记载正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信耶，就要安怎强迫伊做恶，去强迫伊做恶呢？所以耶稣就家己退到山顶去祈祷。这最王这个代，这是当时群众对耶稣的期待。望伊会当带领伊脱离罗马帝国的一个啥物压迫甲束缚。就当时咱知影摩西有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咱毋知记摩西的故事同款的意思。所以咱知影最王，这个王啊。也是权势甲地位上悬的圣母上顶，有荣华富贵伫伊个规身躯顶，所以讲实在，咱伫现代讲做总统，大家都讲你的志愿是什么？将来当总统，人人都有希望，大家拢爱将来想讲要做，但是有一条讲总统干怎一个尔所以。当然，做总统最有权势甲地位，荣华富贵，这对你们来讲就足大的啥朋友咱知咱毋知看咱今日这个，你牧师过来提醒，你有当遐透早8点有Stanley有今日是另外一个人讲的，另外一个牧师讲的，伊用迄个创世纪25章咧讲以撒跟雅各有用红豆汤有红豆汤。这以撒用红豆汤，就将这个迄个大囝的名分，大囝的名分甲买去。大囝的英文那个是 birthright，生啊真对安尼。我看伊咧讲迄英文我咧甲注意伊咧讲个 birthright。这大囝要甲卖掉，红豆汤，红豆汤就表示啥？诱惑。足大诱惑，伫世间中有红豆汤出卖你的灵魂，有红豆汤出卖你的尊严，红豆汤出卖你的，听见无？这牧师伊咧解说创世纪25章的中间，伊就咧讲起这个物件。红豆汤出卖你的家庭，红豆汤出卖你的家庭的幸福，整个的规个拢换掉去，这就是诱惑。所以当群众要强迫耶稣做王的时阵，你想看卖？你若讲伫当时耶稣是一般
一般的话我赞我下摆，敢是要做红呢？所以足大诱惑哦。但是主要所吸引一个人啊，就去山顶祈祷。因为这对咱每一个人啊，有真好的启示甲价值。对咱哦，忘袂记。当人对咱愈有期待，伊是面对有限的一个试探的时阵，咱愈安怎，咱愈需要安怎祈祷。这就是最要紧的。哦，你祈祷，伫什么款的境遇，你也会晓祈祷，要安怎祈祷？哦，毋是像咱你摸来祷告训练共款。哦，这个无共。哦，咱咧祈祷就是讲，你逐时阵咱拢是一个祈祷的人，无事讲，你毋免讲特别啊，要来做。其实你逐个时阵拢是诚做一个祈祷的。时刻个爱祈祷，我嘛甲我的囝仔讲，出入爱祈祷，要做啥物拢爱祈祷。甲我嘛牧师定甲因讲无来，甲咱教会好啊。哦，讲咱的青年，你要出来要桥倒位，要做啥物，你拢要出来，真容易啊！祈祷。我去遐5个嘛是共款。我坐我囝仔要几个只要出发，我绝对带伊做伙祈祷。伊拢知影。我这早出啊，要食饭，牧师嘛带伊祈祷。伊拢知影哦，伊听你祈祷，伊就定定哦，甲开始来食。所以你无啥物偏颇，你就是对细汉。你说咱家己做家长的人，咱做大人的人，有一种的模范嘛，对不对？自然耳濡目染，你的囡仔自然就知影。你伫咧厝的，我无需要甲你讲，你都毋捌咧带你的囡仔祈祷，毋捌带你的孙仔祈祷，无需要甲你讲。你的囡仔安怎？伊种的背景会安怎成长？佮对着代志，佮这个高中，你总啊补习啊，去了，逐个到尾啊，规个拢走了。哦，较比较强。咱今仔日青年，我有牧师讲，咱红家才青年，哦，红家好胜，哦，这好胜，这是我较担心的。这见重显重用，哦，重显啦吼，这重点，哦，这大件啦，我较担心，牧师定爱甲念啦，吼，牧师定爱甲念，毋通袂记。牧师愈爱念你，就是愈会关心你。牧师看到你是看到你将来，看到你的内底，哦，安尼感觉很慨吼，哦，安尼是足好的。我看伊安好加载吼，伊安尼上帝啊掠条，伊有迄个体会，本身有迄个体会。牧师定爱讲吼，爱定爱讲伊一世人，牧师定讲，你一定爱敬拜服侍上帝，上帝大甲你赐福，会改变，毋通袂记，哦，毋通袂记，上帝绝对甲你相共你，帮助你，哦，所以咱个讲转来，所以你面对这个。愈有期待，人对你的期待，这个有限，你这个试探，万袂记。牧师甲你讲，你都需要祈祷，哦，需要祈祷，哦，所以而且牧师讲起这个，哦，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粒笔，哦，这个哦塔风的一个故事，哦，这个粒笔哦，是一个伫当时内底是一个真出名的粒笔，哦，总是有一届。当即个，伫即个无花果树咧收成的中间，伫即个无花果树的即个园的中间，咱才收成吼，伊就伫咧无花果的中间去挽即个无花果来食，哇！去互即个园主发现啦，共偷挽即个无花果来食，去互即个园主甲发现，你知影？要甲，你共偷啊，这是足严重的代志，要甲拍你啊！即个塔风哦，即个比如讲我是什么人？就表明伊的身份啦，讲伊是啊真出名的粒笔哦。我这个个人的哦，就安啦，因为伊是一个出名的粒笔就安，听到伊讲伊是一个出名的粒笔就安啦，就放伊走，放伊走。所以后来这个塔风哦，一世人啊，真就是讲一世人拢咧后悔啦。然后伊曾经利用粒笔的身份去帮助了伊家己。所以机会蛮袂记。牧师常常讲，你做一个老师，你要做一个什么款的长老、中级，你要做一个什么款的老师，蛮袂记。你家己就是足好的一个模样甲模范，敢是？牧师爱讲，你做家长的人，你若是无做好的模样，你的囡仔嘛甲你共款，敢是？礼拜你无咧注重亲情财产，你的囡仔，我老爸都安尼，我老母都安尼，
敢是？所以做老师的人、做教会宗教的人，你绝对一定要做好的模样甲模范。这人才会甲你，啊无人就感觉，你敢拢甲阮讲啊，啊你家己都无咧做，啊你甲阮讲有啥物路用？敢是？这牧师讲啊足实际啊，敢是？哦，我牧师刚刚咧讲你，我毋是咧讲任何人啦，我毋係咧讲啥物人啊，我讲的你家己听的，你插着你的心无？你家己想看卖，你上帝话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列比伊规工就伫遐真悲伤，因为即件代志，吼啊，所以讲啊啦，讲我也有知啦，因为我为着家己的利益，使用了律法的关系，哇，伊用伊我就是啥物人，吼啊，你是啥物人，你都无做好的模范，因为我也有偷班去来食，啊，因为安尼人放你走，啊，那一般的人要安怎？所以咱毋知咧讲。在上位人做官的人，你来做模范，莫去讲一套做一套，啊！你家己讲讲，家己下骹拢无咧，家己讲啊，家己咧犯法啦，啥物人会甲你信到？兄弟姊妹忘袂记，这重要紧，咱信仰上就甲咱强调中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面对因有试探，哇，迄是人对咱足大期待的时阵，忘袂记，咱就安那负担更较大责任的时阵，咱就更加安那需要祈祷，安那。主的帮助，甚至伊会救咱，忘袂记。哦，牧师也甲你宣告，主的帮助你会救你，你就甲领受，确实，确定是安尼吼。第二，咱遮牧师咧讲伊，伫我25节的所在，主耶稣行五门道去，主耶稣行五门道有无？有无？咱看主耶稣安怎行迄路，基督徒上大后面是啥啦？当咱有需要，当咱有困扰。困难拄着风险的时阵，主耶稣会来找咱啦，会帮助咱。因为你是上帝，牧师无咧讲，你是上帝所听惊人家查某囝，所以你就是有即种的 guarantee， 伫上帝面前你有即种的 guarantee， 我是你的囝，你甲查某囝，所以你就要为着我负责我的问题、困难甲挑战，对着？因为我是你的啊，所以你来说咧就是归属有一种归属感。哦，咱遮。最近咧，张老师我就喺嘛咧个学里啊，我咧洗了，啊足教起功夫吼，啊有一个归属，牧师嘛喺讲，啊你还未洗礼人，茫想袂要紧吼，然后有足个原因，种个袂要紧，总是你伫咧你的心内，嘛有对上帝，虽然你只要有足个因素咧，袂要紧，你还有对心内有一个信仰，有迄个 guarantee 信仰，哦上帝嘛知影，哦只要你有迄个对上帝有迄个信仰，上帝嘛知影，啊总是伫仪式上。哦，这是要有人看的，有无？哦，所以你会记咱有一条歌，咱亲像一比戏，互众人家啊，天使来看，好无？哦，即来天使来看，啊，所以你来好扮演的有天使伫你边仔咧看你咧扮演即个角色，伫教会咧学咧唱歌，伫教会咧服侍咧，哦，众人咧甲你看有无？众人甲天使咧甲你看，哦，敢是安尼？所以忘袂记，当咱的困难有需要。主耶稣伊就来找咱，帮助咱。这是咱做个基督徒重要嘅一个 trust 的信靠。我甲你讲，无啥物比这更较大的信用，你敢知？所以当咱遇到困难，但是所以，但是你也是看卖，我所以毋讲咱这信用的前辈，伊拢知影。啊，你初信用的人，初信的人，信用初彻的人有无？哇，拄着哀爸叫母，拄着什么安怎啦，哇，强了。你也无真正进入信用的内底，你也无真正 trust in God， 你无真正是信任你这位上帝，这位你上话你无论拄着困难，伊会来主动来找你的上帝，你也无这种信。所以这就是咱伫过程的中间，那像你来入教会，然后你洗了，拢按照 OK， 嘛毋是安尼。牧师来讲，洗了是继续咧学习的，洗了按照更较认真来学习的。爱知影，更较认捌，互你的信仰愈来愈深刻，就是讲，后来，哦，你拄着问题困难，耶稣拢会主动来找你，会救你，会帮助你，敢是？所以你就放心啊！我虽然我即摆拄着困难，家庭的问题，我拄着什么款的经济问题，我就是耶稣会主动来帮助我。所以有当做者兄弟姊妹讲，我说你替我祈祷，安怎来替我祈祷，无对。牧师是上帝带，佮帮助你，佮较安那，帮助你，佮较对上帝迄个 trust， 迄个信任对上帝的信任，
所以咱知影，哦，当轮渡伫咧海面，哦，叫风影安尼伫遐摇出，伫遐看咧风影遐大诶时阵，轮渡了阵拄着，对啊，拢伫遐真惊吓有无？咧喙咧嗷叫诶时阵，即个时阵啊，主耶稣接近因讲啊，讲放心嘛，是我啦，免惊，哇！上帝对咱的 guarantee， 迄个 promise， 迄个保证，哦，有啊。所以当彼得伫海面上咧行的时阵，心内紧张，就要沉落去的时阵，彼得就安叫讲啊，主啊，救我！当你叫主啊救我时，耶稣啊，即时啊，伸手甲救起来。所以咱的经验中，咱敢是有经验这个？哦，拄着这个兄弟姊妹，这个会友，伊马上拄着这个，但是拄着过来话，耶稣救我，就甲救起来。伊就真正扑起来，我会散切啊，伫台北新店啊。有一摆伊讲，伊过就爬落去，伊看主啊救我，伊讲人来扑起来。我产一下滴啊，人来扑起来，只是讲伊是过去无实的家庭，吼，有足个因素，人啊搁咧甲，可能拄着这个家庭的问题，这个背景的家庭的东西，我知影伊就是有即种的经验，伫伊的内底，所以阮妈妈足气无去教会啦。我妈等于甚物，阮早日等于阮老母甲拍你敢知？甲拍你，我话我妈，你甲我食啊，足气无去教会。阮老母以为伊无去教会，甲修理。你做爸母人，你敢为着你囡仔无去教，你甲修理的？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安尼？你信仰就是安尼啦，兄弟姊妹。你爱你的囡仔，你无去教，该修理，你啥物代志无安怎，拢袂要紧。兄弟姊妹，你一定啊！真可惜，咱知我人拢有这个会培养我产业。但是伊的心内底，伊有信过这个上，我相信是安尼。哦，所以阮大家因为伊伫无小人的背景，迄个佛教，种咧拜背景的顶面，伫迄个真拜背景的，但是伊心内。